位于台中石冈客庄的观光植物花园，就像一座大自然教室。我们是希望有一块很干净，好，然后没有污染的一个好的一块土地。园区700多种植物，种类繁多，以维持生态平衡。农场所生产的蔬果，只以杂草堆肥，其余的就交给天地来照顾。我们的开心农场种了很多蔬菜水果，当然都要翻翻喜喜。欢迎大家有空的时间出来接近大自然走走。民间很喜欢这个金瓜，因为它栽种非常容易，主要就是说它喜欢干燥的地方。来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农场里面看到的南瓜下去做的料理——焗烤海鲜南瓜。用乡土保健植物作为食材的特色餐，健康又养生。而眼前盛开的橙花夹竹桃，果实虽不能食用，但加些巧思，运用种子做成饰品，将保护大自然的希望带回家。刚好它的形状很像金元宝，所以我们可以做成手机吊饰啦、背包吊饰，甚至钥匙环也可以哦。哈，来，可以继续穿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橙花夹竹桃的种子有不同的颜色，那就是因为就像人一样，这是很天然的果实，它会有大也有小。迎着清风，徜徉美景中，在这里可以轻松体验多彩多姿的自然生态。上课喽！當然都愛歡歡喜喜，當然都愛歡歡喜喜，當然都愛歡歡喜喜。